你叫做咩名？我叫 Risa Ambarsari， 今年幾多歲？ 31歲，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婚，自己有冇小朋友？有，我有小朋友一個女9歲，個女9歲，好。係。咁啊，你之前喺邊度做嘢啊？我喺香港做嘢，同埋喺澳門做嘢。嗯，好。咁你喺香港邊一度做嘢啊？係油麻地做嘢。嗯，油麻地嗰度咧照顧咩人？同爺爺同埋媽媽。嗯，咁啊，爺爺同嫲嫲佢哋幾多歲啊？爺爺95歲，媽媽85歲。嗯，佢哋健唔健康？爺爺唔健康，媽媽健康。嗯，咁啊，爺爺仲識唔識行路啊？唔識行路。嗯。要幫佢坐輪椅。嗯，咁使唔使帶阿爺爺落公園？有，係一個禮拜3日或者2日。嗯。2次或者3次。嗯，好。咁喺油麻地嗰度咧，阿爺爺使唔使幫沖涼嗰啲啊？要幫佢沖涼。嗯，爺爺有冇用尿片？有。嗯，好。咁啊，喺油麻地嗰度做咗幾耐？1年。點解係1年啊？爺爺入女人院，媽媽入學校。嗯，即係入中心嗰啲。好。係入中心。嗯，好啦，做完油麻地嗰度，去麥考嗰度做咗幾多個老闆啊？有2個老闆，一個2年，另一個差唔多4年。嗯，好。咁第一個係照顧咩人？照顧小朋友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一個係2歲，一個係9歲。嗯，好。咁啊，使唔使帶佢哋返學？要帶佢，同埋太太帶佢。嗯，即係同埋太太一齊帶佢去返學。咁嗰度做咗2年，點解唔繼續做啊？原來咧係太太做生意唔好咧，疫情之前，所以咧佢唔要工人，佢自己要搞掂晒。自己湊好。係啊，自己湊。嗯，咁第二個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冇人照顧，全部係大個5個人咧，全部大個，屋企有2隻狗。另一個狗咧，師傅要餵佢食藥，幫佢沖涼佢哋咁樣，我要清潔買餸煮餸咁樣。即係做家務嘅，好。係。OK，咁就你識煮咩餸啊？好多嘢煮食啊！我蒸魚、蒸蛋、蒸雞，會食火湯，煮意粉、煮海鮮飯，炒菜。好啊。乜都係食得啊我。好。咁你食唔食豬肉？我唔食豬，但係又要煮豬。好。嗱，咁啊嚟到香港如果湊 BB 得唔得啊？得，但係要慢慢搞我。好啊。咁啊，如果湊公公婆婆嗰啲得唔得啊？得。幫公公婆婆沖涼啊嗰啲咧，有冇問題啊？得，冇問題。好啊，好啊。OK，咁好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，哥哥，拜拜。好。